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台湾观光业，饭店面临业绩雪崩式下跌。以台北市饭店来说，主要客源的国际观光客进不来，即使政府推出纾困方案救急，业者仍要面对不小的营运压力。其实因为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打击真的是很大。那原因是出在因为我们的住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那外国人没有办法进来，住房率就降到非常低。我们在住房没有办法赚钱的状况之下，就会看餐饮要怎么样做促销，吸引国旅的客人、国人进来吃饭这样。因为我们在看3月跟4月的这个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营收不足以去支付我们的房租。正常来讲，像去年的话，我们的房租大概是占我们营收的30%，今年的话是102%。这个差距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我们赚的钱还不要算食材成本，还不要算员工的薪资，光付房租就已经没有办法支应了。这个部分是我们压力比较大的来源。除了老字号的华国饭店外，台北英迪哥酒店开幕不到1个月就碰上疫情，这也是当初始料未及。在生意上面影响是一定有的。但是对于一个刚开业的饭店来说的话，其实对我们影响是已经降到是最小的了。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时间去调整我们的整个的一些营运的状况。那所以其实这个疫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验，让我们整个团队可以更有时间的去让整个的一个 operation。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努力，想要去帮助我们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我觉得这样就已经非常足够了。那其他我认为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本身业者要怎么去把自己的产品做到更好，让客人是有一个就是接受度，让他们是喜爱我们的。那这我认为是业者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再多做的一些东西。但有饭店业者不畏疫情，看好台湾国旅市场发展，拓点脚步没有停止。6月又有一家新饭店在台东开幕。台东其实生意一直不会因天气或者是影响太大，当然也不能说台东住房率或者是台东市场多么好，但是也不会多么差了，所以在台东来讲，在市场不管是小型饭店、大型饭店，或者是在资本山区或者是近郊的饭店来讲，要 break even 就是收支平衡以上是没问题。今年暑假，我觉得在休闲旅馆，觉得应该会好。当然你说跟之前那么好，这个9成8成，或者我觉得也许会少个10% 或20% 吧。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慢慢会好。此外，也有饭店业者与购物商场结合，推出发票换现金活动，让住房率冲破6成，后市持续看涨。好，我们的成效到目前为止非常的好，相较于整个这个旅游业非常不景气，但是我们做了这个活动之后，我们的限量50间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500间了。它带来的效应是非常不错的，相较于在整个旅游市场上面来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考量到有一些疫情的安排啦等等，我们都需要在房间里面做特别不同的一些这个卫生方面的一些措施，然后在排房间的这个过程中也尽可能要把这个疫情的这个方式给考量进来。在新冠肺炎冲击之下，业者绞尽脑汁推促销，希望在饭店市场低迷之际可以博得一线生机。今日新闻记者陈明安、陈志宇专题报道。